些法法尬尬的情况，不管是对男生还是女生，都已经不够看了。今天福菜伦，我的爱情相谈所，就来帮大家诊断3大家看到的 NG 行为。你中标了吗？自以为是。哎，BB，阿丽姐，你脸上好像有一些的东西。那有什么东西呀？有一些的，漂亮。本来就很漂亮，还要你说？凤鸡鸡耶，这么害羞啊？哈哈，我果然是一哥。又在迷哥自以为是了。疑心病。你回来啦？你的东西扑来扑出的哦。啊，是啦。好了，这样就后塞了。哎，你糯肉酱在做什么啊？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这是要给我吃的吗？不告诉你。该不会白马王子来了？你到底在你弄什么啊？怎么不赛赛去开门？白马王子，看我帮你打得变！来，烧火喽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情绪勒索。来哟！哎，来啦！跳来，都代表特别高，一直按手机，干杯啦！啊，好。你在哪？都几点了？在外面玩到某出某安，还不知道回家。还不确定呢，大家好怀念，真的走不开了。待会要续拖啊，谁都不准跳会借我。有蕊，真的是乖乖听听哦。为什么不回我？难道老板比我重要？你都不懂我，你是不是想分手？看我丢水的样子，好可怜。为什么都不回我？上述症状你中了几个呢？和另一半相处时，千万要注意以上 NG 行为，不然会害自己 Q 喵喵呗哦。爱情相谈所，我们下次再见。